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。呢個係一個專注、真實同理性分析嘅新聞頻道。雖然係一個細頻道，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，請你訂閱、點讚，支持我哋繼續報道。大維驚魂夜私家車越線猛砍 Tesla 即場起火。各位聽眾，31日晚上，大維真係上演一場公路驚魂夜，地點就喺大埔道近沙田花園。一聲巨響，兩架私家車迎頭猛砍，其中一架更加即場着火，火光衝天，黑煙直衝上天，遠遠都睇到，唔少途經司機即刻減速，唔係八卦，係真係驚。事發大約晚上7點幾，一架由43歲郭姓女司機駕駛嘅 Tesla， 沿大埔道往沙田方向行駛，同一時間，對面線一架由26歲葉姓男司機駕駛往九龍方向嘅私家車，懷疑因為天雨路滑或者操作失誤，突然失控越線，結果兩車迎頭相撞，完全冇得避。撞擊威力相當誇張，涉事私家車喺撞車後冇耐就開始冒煙，跟住就轟一聲，車頭陷入火海，火勢猛烈到好似電影場面咁。消防接報後火速趕到，開喉加煙帽隊灌救。大約10幾分鐘先成功將火救熄，不過救得反火，救唔返架車。起火嗰架私家車，車頭幾乎焚毀到認唔出，車頭冚消失，擋風玻璃甩脫，右邊車頭基本上冇樣睇，形容一句，直接變廢鐵。至於被撞嘅 Tesla， 雖然冇着火，但車頭同樣嚴重損毀，泵把飛脫，安全氣袋彈出。零件散落成條路都係，好彩嘅係兩名司機都算清醒，葉姓男司機手部受傷，而郭姓女司機就報稱頸部同腹部疼痛，兩人分別由救護車送往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，暫時冇生命危險。據了解，男司機喺撞車後及時自行逃生，否則後果真係不堪設想。意外發生後，警方即時封鎖部分行車線修正，運輸署亦要喺大埔公路沙田嶺段實施單線雙程行車，交通一度非常擠塞，受影響嘅巴士路線都要改道。放工時間遇正呢單事故，唔少市民都話真係黑仔。至於真正肇事原因，警方仍然調查中，但消息就指越線係關鍵，究竟係天雨路滑、車速過快，定係人為操作問題，仲有待進一步釐清。不過可以肯定嘅係，一次越線，一秒失控，代價就係兩架車報銷，兩個司機送院，條路亦即刻癱瘓。所以都提提各位司機，揸車唔係鬥膽大，天雨路滑就慢一慢，唔好諗住應該冇事，因為出事往往就係嗰一下，以為冇事。記得點讚、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同撳埋鐘仔，你嘅支持對我哋呢個新聞頻道非常重要。多謝收聽。